没有这回事哦。其实在这里我们要特别再强调一下，其实由始至终哦，就是如果我们要参选，其实郭台铭先生的这个情况他是非常清楚的。如果我们要参选的话，一定是独立参选哦。那对于换瑜这件事情，他一直强调说这是国民党他们自己要去伤脑筋要去解决的事情，并不是他所能智慧的。有传出说吴主席派了密使到中国去还说过现在可能会有换瑜这样的剧本出现啊。那觉得这样子的消息出来，因为连王院长都说他好像有听说过，觉得现在这样的消息出来，是不是说有想要拖延郭董宣布或者是他参加2020的时间？我们强调就是说这个要不要换瑜这件事情，的确是国民党他们必须要去伤脑筋的事情啦。郭台铭先生的态度从一开始都说，他对于这件事情绝对没有任何的期待。那如果说国民党那边有任何的变化的话，其实郭台铭先生也不会回到国民党去代表国民党参选，因为他一直强调，如果他要选，他就是独立参选。你说这个郝副主席跟郭台铭先生沟通这件事情，其实一直以来都有一些沟通的管道，比如说张显耀先生的确也是有打电话来跟这个郭台铭先生来沟通。那时候传达的讯息就是吴主席一直说的，希望能够跟郭台铭先生能够坐下来碰个面。那我昨天也强调说，如果真的是要碰面，用什么样的形式、什么样的时间点，的确在这中间过程当中发生这么多情形的情况之下，两个成熟的大人心中难免会有些尴尬，所以要给他们多一点时间，让他们沉淀思考，然后找出一个最好的碰面的方式。市长，这个中华民国要怎么经营呢？谢谢。好，中华民国要怎么经营呢？你刚才说要一起经营中华民国，我们还有行程哦。经营中华民国就是说让中华民国经济大家这个能够呢走向全世界，能够把中华民国当作是一个有效率的一个就是说政治要让经济服务，全民都在发展经济，让变成是一个就像新加坡一样，就像这个韩国一样变成一个台湾 Inc， 这是我的概念。谢谢。我永远不回来。我今天告诉你，我绝对不会再回来，而且我绝对不再干涉。我要以中华民国的利益为第一优先。我现在已经纯粹是一个鸿海的董事也纯粹是个投资人我把董事长的棒子交出去了，这个从现在起我这边变成是一个客人总裁，你的总裁的头衔未来还会保留着吗？不会，我是希望用总统的头衔比较好。我想请问一下，我们 TVBS 韵文想问一下，说你一个告别的股东会，可是会后之后这个股价是下跌了，好像没有欢送你的表现。我觉得那表示我讲大家对于这个台湾的经济前景还不是看好。我想等到这个再忍耐几个月等到我把台湾的经济的问题，经济的障碍的问题，就政治的障碍问题解决，我想经济就会变好。再等一等。董事长，请问一下您会不会顺应这个 Apple 将这个 iPhone 的生产线转移出中国，来避免中美贸易战争？谢谢。我告诉各位，我已经不再管鸿海的事情，你就问他们的同事好不好？我现在从这一刻起，我也没有身份，也没有立场，更没有资格来回答这个问题。但是站在中华民国的立场来讲，我想我会呼吁苹果到台湾来，我会呼吁苹果到台湾来我觉得这是很有可能的。我永远不回来。I'm pure investor. OK， 我就说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所有同仁，他们具备有足够独立的能力来 run 这个 business。
OK， 所以我讲这些东西，所以外资已经经过考验了。我今天告诉你，我绝对不会再回来，而且我绝对不再干涉，我要以中华民国的利益为第一优先。